怎么了？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，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，都是朕帮你。那么早到刑场了，为什么那么迟才露面啊？朕既然去了刑场，那当然不能只救你一个人了。朕还要体察一下民情，去看看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到底做了一些什么。但是朕在暗中布置了众多的大内高手，会保护好你和死囚的性命。对了，你居然在刑场上公然诅咒朕，还说要跟朕断绝结拜关系。那还不是你啊？谁让你不敢来救我的？我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，你都没看见吗？朕也连着放了3晚的孔明灯啊，差点就这么错过了。其实我嘴上骂你，说要跟你断绝关系，那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因为我怕我真死了，你就会应了那句同生共死的誓言了。朕知道，你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，就是这个甘国泰太可恶了。你好不容易从刘德昭的手上逃脱，又被这些贪官污吏给抓起来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办了他，替你出了这口气。你不光要替我一个人出气，我只希望你可以记得在微服私访的时候你对我的承诺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朕不会忘记的。但是朕现在不想谈国事，你等着。花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。朕的画工怎么样？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吧。朕还以为从此以后只能在画上见到你了。我也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，龙小弟。你干什么呀？我只是你的笔墨诗书，我又不是你的嫔妃。你别口是心非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朕有多想你啊？朕就不相信你的心里一点都不想朕。我，放开我！怎么了？咱们俩又不是没亲过，在山西你重伤的那段时间，都是朕帮你清理伤口的，而且还口对口的为你渡药。别再说了。微臣参见皇上。进来吧。皇上，一环脚受了伤，还是容臣先为他治伤吧。行，你先给他看看脚伤吧。怎么样？这伤要紧吗？伤得很严重，必须剜掉坏死的腐肉，才能治伤。啊，那不疼死了！早知道受这份罪，我还不如让那顺天府尹把我宰了算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当时在山西救朕的时候，那股不惧生死、不畏一切的英雄气概去哪儿了？我根本不想当什么英雄，我只是不忍心看你死而已。行了，我这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我们节后重逢，你为何看上去那么不开心啊？小平内服，大平外敷。我是欠了你钱了，还是偷了你的米了？这脸臭的跟死鱼烂虾似的。世淑姑娘好生歇着吧，下官告退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脚疼。活该，谁让你逞能？真的特别疼。你是脚疼，
我是心疼。真正心疼你那个人，是我。朱哥哥，你看，你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？哎，说好了，刚才我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话，是你不理我的。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着急，像疯了一样到处找你？可你呢，居然愿意为了康熙这个狗皇帝，舍弃自己的性命。你知道我心里多难过吗？因为他是我的龙小弟，我们是结拜兄弟，他有难我肯定要去帮的。如果他换作是你，我也一定会不惜性命去救你的。原来，在你心里，他已经跟我一样重要了。你自然是要比他重要一些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兵戎相见，你会帮谁？我自然还是会帮你的，朱哥哥。也不知道你现在说的话还有多少是真的。但就算你说的是假的，只要你还愿意撒谎哄我开心，我也把它当成是真的。欢梅，你记住了，不许再为康熙以身涉险了。因为他如果没有你，他还可以继续做他的大清皇帝，还有他的3宫6院72妃。而如果我没有你，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了。朱哥哥，你没有了我，你还有光复大明的大业啊！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，可你却是我的命。如果没有你，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皇上竟然为李易欢去大闹法场，这成何体统？太皇太后，其实这也怨不得皇上。那顺天府尹啊，错抓了一批无辜百姓，冒充是对抗朝廷的乱党去邀功。皇上在法场亲自处置了这个顺天府尹，主要是为了安抚民心，倒也不全是为了世淑姑娘。这小丫头失踪了好几日，皇上呢竟然呢魂不守舍的。太皇太后，这皇上在微服私访的时候，世淑姑娘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去救护皇上。皇上正值青春年少，难免会动了真情嘛。啊，是啊，他那是为皇上立过功，可是不管怎样，他把皇上迷成这样，也都是他的罪过呀。